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路加福音5章16節講，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耶穌咧喺世上33年嘅侍奉生涯中向我哋咧完美地展示咗尋求獨處、獨自同天父共度時光嘅極端重要性。佢有一個極其繁忙嘅事工，每日咧面對龐大嘅群眾，佢要醫病啦、趕鬼啦、教訓人啦，無數嘅人咧從四方八面湧嚟想聽佢嘅教導，得到佢嘅醫治。但係佢喺咁繁忙緊湊嘅日子嘅日程之中咧，耶穌咧卻經常退到曠野去禱告嘅。呢個唔係一個偶爾為之嘅行動，而係佢一貫堅持嘅屬靈習慣嚟嘅。對於耶穌而言禱告唔係事工之餘嘅點綴，而係事工能力嘅源頭。獨處咧唔係奢侈嘅享受，而係咧維繫同天父親密關係嘅必須。耶穌深知道若是沒有從上而來嘅能力同智慧就無法承擔咧拯救世人嘅重任嘅。所以無論工作係點繁忙，群眾係多麼嘅熱切需要咧係多麼迫切，耶穌咧總是優先保留同天父獨處嘅時間嘅。呢度咧俾咗我哋今日信徒一個提醒，一個極其重要嘅提醒。我哋嘅侍奉咧，若是離開咗禱告嘅根基咧，就會變成咗依靠肉體嘅勞苦，終究咧係會枯乾疲敗嘅。唯有紮根於同神獨處嘅禱告生活咧，我哋嘅侍奉咧才能如活水江河，源源不絕地湧流嘅。我哋再睇多一次路加福音5章16節，耶穌卻退到荒野去禱告。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